嗨，大家好，我是看评书。今天是2025年9月1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网约车，聊一聊网约车这个行业。我记得2021年恒大暴雷以后我大概在2022年，有很多网友应该记得我那个时候说如果你在过气网红城市杭州你失业了，那你不如把那个房子卖掉，然后呢到郑州买套房，你恐怕手上还有200万。因为当时杭州的那个新房平均价格是3万多，而郑州的房价是9000多，这样对吧？你在银行恐怕还存了200万，然后再拿10万去买辆比亚迪跑网约车，快活似神仙呐。那现在已经30年过去了那现在这个网约车行情怎么样呢？对吧？你再失业了，还能不能去开网约车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正好今天财新网它有个报道叫中年失业转行网约车能否持续。在这个财新网这篇文章之前咱们先看一下刚才统计局公布的一个咱们的城镇就业率。8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3%，1到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是 5.2%，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3%， 比上月上升 0.1个百分点。大家不要小看这 0.1个百分点就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 5.2%，对吧？这相当于是焊死在这儿，很少有变动。8月份它居然还上升 0.1个百分点，也就是我们8月份比7月份这个就业状况，对吧？又差了不少。你只能这么理解这个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4%， 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0%， 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4.7%。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3%， 比上月上升 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月下降 0.1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8.5小时，也就是我们目前8月份这个就业状况比7月份要差一些。简单点说就是就业难，就业更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也有很多人面临着找工作，那必然就有一部分人把目光投向了网约车。这个财新网说他说经济下行及产业结构调整趋势下，网约车行业正成为重要的就业缓冲器。最新一项学术研究发现 62.8% 的网约车司机是家庭唯一的就业人员。这个也就是说你坐上那个网约车之后恐怕3个里面就有2个网约车司机是他们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77%因失业转入该行业。2024年及以后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占网约车司机的 7.4%。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课题组近日发布了城市出行就业韧性网约车司机就业图景与职业表现这个报告揭示上述结论。其基于课题组在2025年7月对13个省网约车司机5417份问卷调查获得，并结合了后台大数据匹配与深度访谈。该报告表示中国网约车行业在过去10年间快速增长，为失业与转岗群体提供了大量低门槛就业机会，也在区域就业承压时成为稳岗压舱石。对比其他蓝领行业，也在工作自主性、收入及满意度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也就是开网约车收入还不算差，但其提醒经济下行趋势下，行业面临着发展瓶颈。2024年全国网约车持证司机达到748万人，什么概念呢？比2020年增长 160%， 也就是短短的4年网约车司机涨了 1.6倍，对吧？那我们只能认为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工作，被迫去开网约车。但是呢，这个月均订单量2024年和2020年相比只增长了 38%，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对吧？意味着网约车司机的收入是在下降，或者说叫卷吧，对吧？你开网约车的人多了 1.6倍，但是整个平均订单量只增长了 40%。伴随供给大量增加，行业竞争加剧，工时高强度与社保覆盖不足等问题仍在考验这一新蓝领群体的就业质量。那是谁正在开网约车呢？根据报告显示他说网约车司机整体呈现中年化特征，受访司机平均年龄40岁，男性是绝对主体。
体。其原因，中国移动互联网数据库称，2025年4月，31到45岁男性偏好 APP 排行榜第1名是滴滴车主 APP， 也反映有相当一部分中年男性在使用滴滴平台网约车谋生。女性网约车司机占比不足1成，但比例逐年上升。据这个2025滴滴数字出行女性生态报告统计，2024年全球已有150多万名女性依托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国内女性司机超过105万，并且这女性司机里面79%是家庭唯一收入来源。与此同时，银发群体逐渐加入。报告调研样本数据显示网约车司机的平均年龄已达到39.8岁，与中国劳动力平均年龄接近。超过55岁的男性司机占比为2.4%，超过50岁的女性司机占比则达10.2%。延迟退休背景下，网约车也正成为部分老年人半工半休的新选择。报告提及，截至目前，杭州、成都、昆明、深圳、青岛、潍坊等20多个城市已经将网约车司机注册年龄上限放宽至65周岁。对于作为主力的中年司机，报告显示，网约车平台在承接急迫就业需求、兜底家庭生计方面呈现出独特价值。这份工作成为了许多失业转岗群体的就业安全网。在报告调研样本中，62.8%的网约车司机是家庭唯一的就业人员，77%的司机因失业转入该行业。从背负的经济责任来看，超过一半的司机是家庭唯一或主要收入来源，约80%家庭处于财务压力偏重状态。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成有很多开网约车的是被迫。什么叫被迫呢？就是他家里还有负债，他不工作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有的是因为创业失败，对吧？开个餐馆，钱赔干净了，欠了钱，这个时候开网约车就是他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选择。你看说成为网约车司机之前，他们的职业背景颇为分散。报告显示近70%来自制造业、建筑业、餐饮业等传统的蓝领工种，部分自主创业失败者或个体工商户。这个创业失败，对吧？餐馆还有一些码农他们失业之后开网约车是一个比较容易，就是相对来说他能接受的一个工作。但共性在于，当传统岗位出现裁员、降薪或创业受挫时，网约车行业的平台及时结算、低准入门槛和弹性工时，为其提供了快速接续收入、兼顾家庭责任的就业缓冲通道。报告提及，在庞大的司机基数中，能够持续高频上线、保持稳定出车的高活跃司机不足30%，说明平台运力仍高度依赖一批核心司机，其余人更像在就业与家庭事务之间灵活切换的兼职型劳动力。这个我所在的城市有很多网约车司机就是这种，就现在很多家庭他需要有车，所以他肯定是贷款或者是付全款买一辆新能源汽车，贵的10几万、20万，便宜的10多万，对吧？家庭用车然后呢，很多女性家庭主妇，她家里有孩子，所以这孩子的对吧，上学、放学、接送。这些家庭主妇她除了接送孩子，那就中间还有很多空余时间，因为接送孩子时间比较固定所以他们就开启了网约车。早上把小孩送到学校，然后他就开始接单，接到中午他就不接了，他就接小孩去了。下午把小孩送到学校，他又开始接单，这种兼职型的，他一天他赚个几十块的就够了，补贴家用。这个文章说另外调研样本中退役军人占比13.2%，2024年及以后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占7.4%。报告表示，这两类群体普遍在求职匹配阶段面临摩擦性失业，网约车为他们提供了低成本、低门槛的过渡岗位，有助于身份的平稳转换。这在部分受产业外迁、升级或外贸波动影响的地区，网约车还发挥着稳岗的压舱石、蓄水池的作用。同理，对于受行业周期下行影响或季节性劳动者，网约车也可填补主业淡季收入真空。我在北京就遇到很多网约车司机，他们就是房产中介，他没房子卖然后他就开始开网约车，完了之后开网约车他也兼顾卖房子，有人找他，他还给人介绍。这些人开网约车恐怕也是过渡，就哪天房地产行情好了，他恐怕把他网约车又停下去卖房子去了。以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过程为例，他说报告提及，人社部测算，在2014年至2019年去产能过程
程中，该两大行业涉及约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其中以40到50岁男性职工为主体，普遍存在技能单一、家庭负担重、跨行业流动性差等特点。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张成刚曾调研新就业形态对上述去产能职工再就业影响。其研究发现，截至2017年6月，有35万煤炭、钢铁去产能职工转而在滴滴平台上工作，占上述人社部测算180万人员中的20%。这就是开网约车的这些人员构成啊，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在开？那开网约车收入怎么样呢？这个财经网说啊，收入满意度居蓝领之首，但价格竞争加剧。报告还比对了网约车司机与外卖员、货车司机、快递员、制造业普工、建筑工等其他典型蓝领职业的差异。数据显示啊，他说网约车司机月均收入达到7623元，仅次于货车司机8424元，显著高于外卖员7496元，快递员6124元，及传统普工和建筑工约5900元。一线城市高活跃度司机收入更高，日均上线超过8小时，就是日均跑单时间5.1小时，司机月收入可达11557元啊，超过2024年北京市城镇居民月均可支配收入7705元。也就是说啊，网约车司机的收入目前还是可以的。由此，目前网约车司机对收入的满意度达到81%，远高于货车司机的22%，外卖员的64%，居蓝领群体首位。报告分析啊，一是工作环境相对舒适，不必暴露在酷暑严寒之中；二是结算及时，资金流动性强；三是劳动关系更为平等，司机有拒单和差评申诉权利，职业尊严得到一定保障。在职业发展层面，网约车司机安全培训覆盖率达到95%，继续从业意愿为76%，均为蓝领群体中最高。相比之下，外卖员留任意愿68%，货车司机与建筑工不足一半。不过，报告指出啊，当前网约车市场运力趋于饱和，订单增长放缓。尽管滴滴等平台通过透明账单、降低抽成和多元化补贴等措施帮助司机稳定收入，行业整体供需失衡导致了价格竞争和收入下降，仍构成司机满意度的核心挑战。其援引人社部数据称，2024年全国持证司机748万人，较2020年增长160%，月均订单量增长38%，对比之下，供给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多家平台相互竞争压价，订单价格下降，为达预期收入，司机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报告调研中，司机日均在线时长平均值6.4小时，分布峰值出现在10小时附近。平台抽成也是影响司机收入感知的重要因素。调研样本显示，司机月抽成比例平均是19%，中位数是18.8%，抽成波动较小，但司机感知差异显著。报告分析啊，它是尽管滴滴平台上线透明账单，司机可实时查看抽成比例，不过部分社群和网络传播形成了抽成过高的印象，加上补贴的季节性变化，负面感知被放大。也就是平台公布的这个抽成比例啊是19%或者是18.8%，但是司机感知，司机普遍的这个认为他们的抽成比这要高得多，这就是体感和平台公布的数字之间的差异。此外，由于激烈的行业竞争，部分租车公司跑路，小平台退出市场，造成部分司机经济损失。内部竞争之外，个别城市还出现传统出租车对网约车的挤压，限定运行区域，价格或存在明显执法倾斜。一些司机因订单量不足转为兼职，甚至重新进入不稳定的就业循环。社保覆盖不足亦是隐忧。调研显示啊，仅10.5%的网约车司机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远低于建筑工41%和货车司机32%。平台虽然通过滴滴司机保障计划、关怀保等项目提供补充保险，但整体参保率不足，长期职业安全缺乏制度兜底。这个报告总结啊，说网约车工作在固定与变动报酬、生活和工作弹性、成长与职业机会方面相对占优，而在福利法定化方面则仍有
提升空间。其表示，如何在不扼杀灵活就业活力的前提下，探索更具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方案，弥补灵活就业群体保障缺口。例如，推动商业保险与基本社会保障衔接，是未来政策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啊。这个就是财经网啊，它对目前网约车行业一个报道。它这个报道的这个基调啊，基本的来源就是这个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个叫《网约车司机就业图景与职业表现报告》。当然了，部分啊还来源于这个滴滴平台啊提供的数。所以这个通过这个财经网报道啊，我们大概有一个脉络，就是对网约车这个行业一个景象。就一，网约车的司机是对吧，增长非常快，但同时订单这增长乏力。所以预示着网约车这个行业竞争是越来越激烈。我们从这个各个城市啊都先后发布对吧，网约车什么运力报告，还什么网约车这个预警对吧？很多城市网约车的营运证呢已经不办了，停办，就是因为网约车司机过多。第二个呢，就是就目前而言，网约车司机的收入还可以。当然了，各个城市不一样啊。你像北京、上海一线城市，它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平均达到1万1，远远高于北京市啊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上在北京啊，你一个月收入1万块钱，这个已经不错，对吧？不要被那个自媒体、那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啊，人均都是年薪100万、月薪5万、月薪10万，对吧？这些都是极少数。但是每个城市不一样啊，有的城市恐怕那个网约车司机的收入不一定比那个可支配收入高，对吧？你那个城市是收缩型城市，人少，打车的也少，网约车司机收入肯定低，对吧？有的城市啊，是因为它面积小，打个车10几块钱最多了。你像北京啊，你打个车80、100的比比皆是，所以说这个情况也不一样。开网约车的是以中年人为主，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对吧？人到中年呢，你失业了，走投无路，开网约车。这个中年人他有这个条件，因为开网约车前提是你要买辆车嘛，或者你租车，对吧？租车你压力大，因为你租了车，你每个月要固定的给那么多钱给租车公司，所以你就逼自己每天都要跑。中年人呢，他还是希望自己能灵活一点，对吧？今天累了少跑一步，甚至休息一天，对吧？就是想有一定的灵活性，那你觉得自己买车，人到中年有这个条件买车。第二个呢，就是面子，就是人到中年啊，你不管怎么说，这曾经恐怕辉煌过，或者是混得还可以。他如果不开网约车的话，他失业了，他又缺钱，需要钱，他就干网约车还比较体面，风吹不着，太阳晒不着，雨也淋不着，对吧？每天穿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又不是臭烘烘的啊，这个所以说很多中年人愿意选择开网约车，实际上保持一个体面，总比在他的这个观念里面啊，比送外卖要好，对吧？一说送外卖，同事啊、朋友啊、亲戚问起来，感觉脸上挂不住，对吧？所以说中年人啊，选择网约车的多，这可以理解。还有一个呢，女性，对吧？你看现在送外卖的女性越来越多，但是开网约车的女性还是少，这是跟男女有别，对吧？女性开车啊，本身就比男性要差一点，而且，对吧？这个从安全性上来说，女性开网约车呢，就是受一定的限制，对吧？晚上她也不敢跑，太远的地方不敢去，因为毕竟有辆车啊，那车还是财产，是吧？这个安全就是个相对突出的问题。这是我的认为啊。那为什么开网约车的人他这个社保参与率要低呢？相反啊，大货车司机居然参保率啊比网约车要高得多。实际上这个也好理解啊，因为网约车这个很多人都是把它作为一个过渡，他就没想着干一辈子。开大货车的一般把这个当职业，对吧？你买了个大货车，但好多人就一辈子开下去，甚至还让儿子开。就是大货车司机他更稳定，对吧？把开大货车当做自己的一个这个职业。但是开网约车的很少，对吧？开网约车的很多人还想着自己东山再起，等着经济环境好了，对吧？还要去重新创业，或者还要去找工作。现在开网约车也是骑驴找马呀，对吧？把开网约车当做一个过渡，这也好理解。但是啊，我现在觉得啊，如果你只打算开1-2年的网约车，真的是个过渡，那倒无所谓，你可以开网约车。如果说这个事情你搞不清楚，恐怕要3年5年的干下去。我现在倒是觉得啊，让我选，我宁愿选送外卖，对吧？根据这个报告显示啊，网约车司机月均收入是7623，而外卖员呢是7496，实际上就差个100多块钱，也就是收入差不多。外卖员看着很累啊，对吧？风吹日晒的，但是我觉得外卖员会更灵活。我是从这个身体健康角度来说的，对吧？外卖员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叫缺点啊，骑个电动车走街串巷的也容易出事，对吧？也容易啊。但是啊，为什么选外卖员呢？就是因为网约车司机啊很容易得职业病。你虽然看着他很体面，穿得干干净净的，
坐在车里面，对吧？但是由于他长期坐着啊，比那个坐办公室的还狠，对吧？办公室的白领呢，他动不动起来喝个水，动不动起来到领导那汇报一下，而开网约车呢，你这屁股就焊在，对吧？那个驾驶室一开一天，如果你想啊拿到11000的这个收入，那你一天啊至少要开15个小时，对吧？这个一定是收入跟时间成正比。你想想啊，你这么干5年，基本上人身体就废了，对吧？各种毛病，颈椎、脊椎、膀胱，甚至胃，是吧？都有出问题，职业病啊。你开网约车，你还不得不憋尿。也就是网约车啊，司机是外表看着比那个送外卖的要体面一点，要风光一点，实际上，对吧？对身体的这种影响比较大。外卖员你看着他满脸大汗，对吧？穿的也是似乎不体面，但是人家啊爬楼梯，对吧？连走带跑，骑着电瓶车，他每天这个运动量还不行。也就是他这个干个5年8年的。这身体落不下什么病。我们用时髦的话说啊，就是外卖员更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个网约车司机啊，没有什么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就干个3年5年，这身体废了。你网约车司机甚至啊，说不好听一点呢，有点这个啊，拿身体换钱，然后以后呢，你再拿钱去买健康，给自己看病。所以我觉得啊，如果你是开个1年2年，对吧，或者2、3年，那可以。你如果长期开，我觉得还不如选这个当外卖员。当然了，外卖员的辛苦程度啊，外卖员你要1个月拿7、8千，那个辛苦程度也是比网约车司机恐怕要高。但是你基本上不用考虑以后，对吧？花钱买药啊。但是啊，不管是网约车司机还是外卖员，未来啊竞争都是越来越激烈，赚钱也是越来越难，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因为加入的人越来越多，订单量增长都不会太快，甚至啊恐怕这个订单量还要萎缩。最后啊，我想说的是，他这个文章啊，他还没有算这个网约车司机，你买了个车，那个车的折旧费，对吧？如果那个车是你10万买的，你开2年3年的10万就没了，基本上就报销了，报废了，对吧？那这10万你也得算到你的这个成本里面。有的这个网约车啊，你买的时候15万，结果你开半年不到，它已经掉到8万了，新车就值8万。大家也知道啊，你那个买的车越贵，好像它那个收入就越高嘛，对吧？你那个每公里的这个收费就贵啊，但是你那个车贬值也快。如果你是租车开，恐怕你在北京啊，对吧？如果想租车啊，你纯收入要达到1万块，那不太容易了。所以说来说去啊，无论是外卖还是网约车，那不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吗？都是走投无路的选择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